丁單項6至7歲呢一組先嘅。我哋6至7歲呢一組先 ，Jive。Event 86咧會分2組嘅，咁而家 Event 86嘅係6至7歲跳咗先嘅，6至7歲嘅 Jive。陣間仲有 Event 86係4至5歲同8至9歲係會另一組嘅。OK， 幾好就音樂準備開始。多謝晒各位嘅選手同幫助老師。準備我哋會同樣係 Event 86嘅幫跳拉丁單項4至5歲及8至9歲 Jive。